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上午陪着台北市议员高嘉瑜到民族路去品尝台南小食，当中伊讲到郭台铭伫美国会见川普总统之后，发表台湾是中国未当分割一部分的讲法，亲像是伫选特首，无资格选台湾总统。而且嘛，认为高雄市长韩国瑜若无了解自由经济贸易区，就想要用来解决台湾的经济，根本是缘木求鱼。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立法委员林俊宪以及台北市议员高嘉瑜6号上午做伙到民族路小南米果来吃早顿，并将过程放在脸书直播，要向粉丝推荐台南的美食。类似老板说，你每次开会都会点他们家的米糕来吃，小南米糕。啊，你早餐有吃过吗？早餐有，因为我出门，我太太都会做早餐。哦，安内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吃我还不下？是可以吃，真的吗？吃当前还是可以吃。真的假的？所以我要提醒嘉宇啊，他以为他要增加10公斤，以为这个扣打很大，错了。哦，这10公斤的扣打并不大。你来台南吃美食，很快。我这2天这马拉松式的一直吃。扣打就用完了。哎，那你讲搞讲到报名要讲一点。哦。啊，今天早上我又吃了2轮早餐，现在又一堆摆在这里，叫我要怎么办？会长赖清德嘛提到，对着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伫美国发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这款的言论是选特首的讲法。伊表示台湾主权独立，所以人民才有法度家己来选总统。郭台铭董事长在美国见了川普总统之后，公开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听起来像是一个选特首的说法了。国人都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主权跟中国互不隶属，所以我们才有办法选总统啊。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捍卫台湾的主权，竟然在美国公开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你有什么资格选总统？这像是一个选特首的说法。我们希望国人能够看清楚谁才有办法捍卫台湾的主权，谁才有办法维护台湾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我们就支持他。另外，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最近的自由经济区议题，赖清德表示，自经区伫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阵就曾经大力推动过，但后来无法度推动起来，表示还有真侪问题。韩国瑜较主张用这款的方法来解决台湾的经济。赖清德认为根本是缘木求鱼，加了功夫。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前立委高思波为了持续关心台南，所以推动成立大台南市政倡议发展联盟。目前已经有72位的会员。5月4号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高思波也顺利当选第一届理事长。由台南市政治界、企业界以及学术界关心大台南市政的意见领袖，将近70外个人共同组成大台南市政倡议发展联盟。5月4号举办第一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并进行理监事的选举。为着这个大台南市政倡议发展联盟，顾前顾后辛苦筹备的前立委高思波，嘛顺利当选第一届理事长。伊嘛表示，台南的市政问题即马当一一浮起来，伊也呼吁大家做伙来关心市政。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现在大家选举热潮已经过了，但是其实公共事务的这个关心才其实刚要正要开始啦。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要做，而且马上像未来治水这个事情，可能在台风季来说已经要遇到了。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对于这些台南重大的公共议题大家会当这个随时来关心啦。苏婆当然去年选举真侪朋友给我斗支持啦。虽然到最后足可惜互大家对大家较歹势差一点仔无当选但是我回到我的本行啦我仍然希望说发挥专业，以一个这个学者专家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持续关心这些台南的重要的公共议题吼啊，一包咱台南的地方人士、咱企业界的好朋友，啊个台南在地学者专家吼，大家来共同组这个会吼，未来持续的关心。郭书博嘛来强调，伊成立这个联名，并不是为着选举所创作出来的组织，而是要关心、要参与着地方重大议题，监督台南市政，让台南会当更较好。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被列为全国5大排球比赛的华总杯排球锦标赛，已经成为客家区1年1度的盛事。议员谢在旺上午伫总咨询表示，因为参赛队伍甲人数一档比一档较济，所以就呼吁市府爱借此行销台南拼观光，同时要求解决球场不足的问题。议员谢在旺表示，每一档11月左右，伫客家所举办的全国华总杯排球比赛愈办愈盛大，到去年已经有334队，超过5000多人参与。除了是体育的盛会，其实对地方的观光嘛有真大效益。所以会中呼吁市府借此行销，嘛要求利用拍远的网球场来兴建复合式的体育场，以解决球场不足的困境。客家国小边仔吼。要一个网球场哦，要一个网球场方位伫遐。哦，应该即件我话你市长报告，哦，是毋讲，即个地你已经方位伫遐，哦，啊，是毋是你阵客家华总杯自然县市合并，队伍伊伫咧增加，哦，啊，你有哪一个比赛，你跳过区，哦，有哪失去了伊个意义啊？哦，所以是毋是我建议市长会当讲啊？像咱网球场这边吼，啊，起一个复合式的体育场，会当讲平常时啊华总杯会当比赛，哦啊来甚至哦咱有啦，挂体育活动，挂社区的活动，会当来利用这个场所。因为未来队伍数可能搁增加，啊，搁增加的时候，咱即马家己主办单位无所在，无一个合格的所在，这是也讲袂过。但是所以即马你讲的要兴建，要用迄个。迄个应该是公家地啦，对，公家对。公家地，所以咱是毋是咱起一个至少有一个风雨球场，还是即种的吼？因为经费上的限制吼，咱是毋是会当来用一个类似安尼？啊，但是场地有比赛，啊嘛有人会当看球教练吼，还是休息的选手有一个所在通坐，这部分咱来。另外，伫客家同款一档比一档人潮较济活动，也有对每个月2月中旬开始的市区回归。对此，议员谢在旺表示，该活动对民间主办到位单人镇长任内积极推动，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今年预估到10万人潮，所以要求新市府团队爱发扬光大。对此，市长嘛表达肯定，因为这趴火袂当花去。爱对花海甲其他产业，或是定制结合，来吸引愈来愈侪人潮。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陈秋红伫总咨询替农民来签名，包括下营种乌豆的产地受到路边水源等的公害威胁，以及大内农路为去年洪灾到即马一直无修好，已经严重危害农民运输的安全，要求市府爱赶紧改善。议员陈秋红表示，跟无跟真正有关系，因为伫下营区种乌豆的产地，依属路边水源顶的公害因果产量减少，造成农民真大损失。议员强调，虽然部分拢有砍乌布，不过效果有限，所以要求市府研究补偿，并且想办法改善。其实很多面临尤其我下营乌豆吼，面临到很多这种问题啦吼。我希望咱的农业局可以协助一下，如果是个案。不能够有一些措施来补助这些农民？我相信咱农民是非常不够的啦。伊为着要用路人安全嘛，要照顾自家的生活吼。那麻烦咱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偿他们吼？光害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请我们农改场他们来做一个专案的一个研究。这个更爽，是不是用比如角度的问题啦，或者是时间的问题啦，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让老百姓农民的损失减低到最少。
宜兰多体下夜的农民清明，才山马为大内农路对去年受风灾冲击已经严重倒后，不过一直拢无修好，让农民相当无奈，要求农局进行紧急的措施来保障农民运输安全。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伟智锁定道路交通甲观光建设，包括善化南科特定区的道路改善进度、新化河头边的游客增加计划，以及新化甲三上的大型景点，爱正式提摆来接驳等等，要求市府一定爱尽全力来推动。议员李伟智上午伫总日村报送三项水道博物馆的美景，就希望借此呼吁市府，包括新化河头边等优美的景点，拢需要设立提摆来接驳，以符合背包客的观光需求。议员强调，特别伫原展馆的大型景点之间，因为欠缺公车运输，所以希望利用现在公共自行车的设立有5成的成长率来拼观光。节能减碳嘛。第三就是迄个通勤啊，吼，通勤当然他们接驳各个旅输，但是第四可能就是休闲跟观光啊。我唔知讲你即马即个 T bike 吼，咱这2档来有甲大型的景点纳入考量了啊。大型景点呢，一开始我们是说属于比较人潮哦，很多人会有一个建制设置。对家己这报告中，一开始是由观光旅游局他们有一个观光的 bike 也有在做了。了解。是部分得讲。因为One T Bike 目前呢，原来是设了50站，现在已经扩增到63站了哦。但是呢，这前2年因为那个经费的关系，那今年呢会有一个30站的建制，而且部分我们来规个通盘检讨哦。除了这个最后一里以外预售所希望的大型景点我们是不是再来检讨？对观光提摆，因为成效无好，体重到现在整合为台南提摆。其实公共自行车发展一直被当作市府拼交通的最后一里路。不过因为原台湾景点甲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议员嘛询问交通局，敢有设立电动自行车计划来发展无污染的接驳。对此，交通局表示，开伫电动自行车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等法律层面，目前也需要克服。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过去2届英语阅读季分别请来艋舺名星彼得兔以及粉红朱小妹，今年同款是邀请小朋友真介意的艋舺人物大红狗来担任代言人，希望小朋友更有学英语的动力。伫市长引导之下，今年台南市英语阅读季的代言卡通明星第一届出现伫咧小朋友的面头前，这只伫咧艋舺世界相当知名的大红狗。一出现，就甲小朋友欢喜来互动。英语阅读季举办到今年第3届，已经累积了侪忠实的粉丝。市长希望借由古水的卡通人物代言人，让学生更加愿意来学英语。很开心，因为每一年都代言卡通人物都更有名。我相信这个大红狗比粉红猪小妹还有名，表示我们的这个。英语阅读的成绩越来越好，那也希望这个代言人不纯粹只是一个代言，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年轻的小朋友或年轻的小学生他学习英语的这个乐趣跟兴趣，所以将来陆陆续续再许许多多的这个推动
这个英语的这个场合中，我们都会看得到这个大红狗的这个踪迹。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南的英语的学习成绩也能够像我们的这个卡通人物一样越来越好。市长嘛甲现场的学生以及大红狗做伙画口号，为英语阅读季来翕宣传影片。英语阅读季有计伫咧暑假来登场，将会吸引较侪家长甲学生做伙进入英语的世界。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庆祝母亲节，北区原美社区除了伫活动中心办的邀请里民做伙来食好料以外，里长侯乔珍阁特别安排一对妈妈穿婚纱造小，现场充满温馨幸福的气氛。原美社区是改制过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社区，今年嘛是因第一届由里长邀请里民做伙欢庆母亲节。里长侯乔珍用心规划，特别安排了妈妈穿婚纱，再一次来感受到结婚时阵的甜蜜感觉。总共22对报名参加，这妈妈拢是伫咧红晒甲厝内底人陪同之下，充满幸福的行过这条红地毯。安尼母亲节活动也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是新的社区，新的里，也是第一次办这个母亲节的活动，所以我只想说，为母亲节活动，既然是妈妈，那我要怎么的为妈妈来圆一个梦，让妈妈再穿一次的婚纱，所以我就去找我们台南联合家庭协会的一个单位，他们提供我们礼服，还有一些彩妆师帮我们化妆，也非常感谢妈妈。这一次能够出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再好的活动没有妈妈出来参与，这个活动也没办法圆满完成。因为我从小真的就有遗憾，因为我32岁就没有妈妈了，45岁就没有爸爸，所以爱要及时。真的这一次也很感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子女鼓励妈妈他们出来参与，所以我今天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多。最主要是子女，我也要感谢非常的多所以到这边也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想我们的原美社区也是我们原美里长乔珍，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那今天特别筹备了这个圆梦的活动呢，在母亲节的前一周，主要让很多呢，其实不管是过去没有机会穿婚纱，还是很久以前穿婚纱的妈妈们可以在今天穿上婚纱，然后漂漂亮亮的感受母亲节的快乐那所以我想要非常感谢我们乔珍里长的用心那我想也期待说这样的活动呢未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让所有原美里的妈妈呢都能够越来越美丽，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在咧5月5号母亲节这天，除了宣扬母爱的伟大，原美社区也发挥创意，安排妈妈穿婚纱，并且再一次来行红地毯，也让这寡辛苦了济年的妈妈再一次感受到满满幸福。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第49届全国机能竞赛南区赛，自由工商的学生再次创下佳绩。学生刘培义甲郭子豪伫汽车钣金类分别拿下第1名甲第2名的好成绩，而且伫汽车技术类王仲宇也取得第2名的好成绩。因将会参加全国的决赛，嘛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实验的检查引擎的状况，来回确认每一个汽车的细节，并且运用电脑来读汽车内部的数据，用业界技术甲方法精准的分析汽车的状况。这个动作就是持有工商的学生王仲宇每一天拢爱练习的操作流程。伊对着汽车修护充满兴趣，嘛积极打拼咧学习。不但伫咧这个全国机能竞赛南区赛汽车技术类下第2名好成绩。嘛已经有知名的车商甲签约，毕业了得当马上就业。这次我们参加全国第49届分区赛，那我们成绩一样是非常的亮眼，那获得全国第2名。在45个参赛选手中，那我们是能够进入前6强唯一的私校。那钟立同学他在我们2年级的时候就透过我们校内选拔，那也获得我们校内第1名的成绩，所以这次能够得名，其实应该也算不意外。他其实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都非常的认真，那也都牺牲自己的假日时间来学校做练习。那在9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他参加我们全国赛的时候，能够再拿到更好的成绩。另外，持有工商伫咧全国机能竞赛汽车钣金类南区的第1名甲第2名，也分别由持有工商的刘培义以及郭子豪下下。因的钣金技术嘛是经过一再训练，加上老师严格要求，才当达到这样优秀的程度。本次我们19赛的分区技能竞赛，我们2位同学在汽车钣金技术方面，取得了金银牌哦，成绩还算不错。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菜鸟了，他们是老手。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就参加比赛。其实我去年的设定，就希望他们可以在分区赛夺冠哦。那主要是因为紧张的关系。那这次总算也不负大家期许，他们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好成绩。那未来我们在9月份会参加我们的决赛部分，我想我们会在基础功的部分大家再做加强，尤其决赛会更加的严苛，也希望他们可以更加努力。得到好的成绩。当时持有工商汽车科的全体学生，今年52个人报考以及证照，其中47个人顺利取得证照。这么侪人通过证照考试，嘛创下该校的新纪录，为校史留下一页的光荣。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市府新闻处为了鼓励民众多多使用第3公用频道，每一档拢会举办影片情境。今年是以城景岁月作为主题，经过第1阶段的客户评选之后，为95组当中选出10组的团队，最后会评选出前3名，颁发总共36万的奖金做鼓励。今年新闻处第3公用频道的影片精选，以着深景岁月为主题。互参赛团队用台南城市的声音做发想，经过第1阶段激烈的竞争后，对95组当中选出现在看到的这10组团队。这届除了有国内的参赛者以外，也有香港、马来西亚等外籍学生参与，要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台南，这也让新闻处长非常的期待。伊强调，希望参赛团队拢会使坚持到最后。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不同的方式哦，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是借由一步一踏。踏实的跟着老师学习，而不是刚才阿寿老师说的，我们只是收割各位的成品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一定要完成。因为我曾经也参与过类似的这种活动哦，经常有很多旁边本来很多的高手，一下子怎么这团放弃了，那团也不做了，那团也缺席了，最后能够完成的真的很少。所以我希望我们这10组啊。我们今天都已经算是半个得奖者了，一定要好好的完成您手中的作品。而且我非常感谢的就是，我开心看到有来自于香港、马来西亚，就是非在地的一些观点可以来呈现我们台南不一样的风貌。这届在团队当中，除了有传统文化，也有关注农业、社区发展，甲2006大地当中丰富的主题，展现了参与团队对台南的观察。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一定会好好的绘本去做发想，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事审视我们台南在地灾害对于我们孩童来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我们会利用台南每个角落的声音来串成一首香港经典歌曲《喜歡你》，喜歡你这首音乐旋律来贯穿整个影片，然后画面会以快慢的节奏来切换，来呈现台南的特色。接下来嘛将进入创作工作坊的阶段，嘛将要伫2个月来完成拍片，上尾也嘛选出前3名。这个作品嘛将要伫永城戏院放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载云的天气，温度22度到27度，落雨的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5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